感谢主，主日的早上，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主。请听上帝的话，说：“主果然复活。”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在主日的早上，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敬拜你，是何等的感谢！愿你的荣耀彰显，我们就得见你在我们中间。也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愿你顾念我们的软弱，再次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赦免我们在你面前行的诸般不义，也除去我们的骄傲。我们也愿意真心悔改，谦卑顺服在神的主权下。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使人不安的时代，没有公平正义，强暴不义却到处横行，没有慈悲怜悯，刚愎自用却随处可见。地震灾情就在我们的周围发生，气候变迁，世界多处出现洪水灾情，战乱也随处可见。全球也因此面临景气衰退，饥饿、贫穷、灾病也跟着来到我们中间。这一切都提醒了我们末世近了，因此我们更要追寻你，依靠你，因为我们只有在你的里面有真的平静安稳，让我们靠主得胜。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愿意站出来，为福音的工作献上自己。时候到了，愿我们大家激发热心，一起站起来，我们肢体连结，让我们委身服侍你。也求你开阔我们的眼目及胸怀，可以明白接受你赐给我们的诸般恩典。在今天的崇拜中，愿你的话语领导我们，使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愿意过属灵成圣的生活，见证主名。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新灵粮诗选145首。第一节我们齐唱，第二节姐妹唱，第三节弟兄唱，第四节我们再齐唱。弟兄容我劝你，常常纪念耶稣名，能使万民转回欢喜，一举消散心难平。民之宝，民最甜，地之王而天之乐，民之宝，民最甜。姊妹来，弟兄来，耶稣名字馨香宝贵，我已听见你欢呼。但愿人人得其安慰，同我称颂主生命。民之宝，民最甜，地之王而天之乐。民之宝，民最甜。了无恙，同
是报名最甜，你望而天之乐。我们仍然站立，让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请唱荣耀颂。请坐。起因文，让我们一起来用起因的方式来读下面诗篇30篇1到12节。是会读上半节，弟兄姐妹读下半节。诗篇30篇第1节：耶和华，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呀，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也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耶和华，求你应允我，怜恤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你一将我的哀苦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我们一起来，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我要承谢你，直到永远。阿门。接下来公祷，让我们一起来为下面的事项来祷告。天父上帝，这个时候，我们要为神的国度、我们的宗派、同胞肢体向你祷告，求主纪念。我们为东欧国家爱沙尼亚来祷告，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当中，使他们国家百姓能够认识基督信仰，得到救恩。我们献上祷告。我们要为着台湾卫理公会中部郊区逢甲卫理堂为堂主和牧师，也为着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我们一次祷告。主要我们也为着
世界战乱之地求平安，求主止息中东俄乌战争的战火还有冲突，也愿和平还有平安早日的领导他们。愿主安慰各地因地震、天灾所受到的受苦人民，医治他们的心灵还有伤痛，也让他们能够早日的重建。主的平安恩慈都会赐给他们。主啊，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信仰中更加坚定，将那些从主而来的喜乐分享给周围的人，让我们在每一天里因着祷告经历主美好的同在。感谢主，我们用主祷文来一起祷告。父，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圣道里，我们请品从弟兄来为我们读今天的经课。平安。本周第一经课于新约圣经约翰福音21章1至19节。约翰福音21章1至19节，由我来为各位攻读。第一节起，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2个儿子，又有2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3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2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3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3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甚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以上是第一经课。第二经课呢，于新约圣经启示录第5章11至14节。启示录第5章11至14节。11节起，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以上是神的话。谢谢秉存弟兄。今天的讯息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9章1到6节，在新约的使徒行传第9章1到6节。第1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第3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愿神的话得了荣耀。我们接下来是诗班献诗。今天要献的诗是耶稣基督是我一切。我们把时间交给诗班。
谢谢诗班曾道，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陈伟文牧师。今天的题目是：你遇见耶稣了吗？弟兄姐妹，你遇见耶稣了吗？你有没有遇见耶稣？这是我们要来到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很多人都以为说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是参加一个敬拜活动，或者是参加教会的一些的事工，参加教会里面的一些办的一些的课程。但是真正要来到教会的，是要来遇见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教会里面。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来遇见耶稣，要来得着耶稣，要来与耶稣相会。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唱诗敬拜来跟耶稣来相会，透过祷告来跟耶稣相会，透过我们的崇拜当中来跟耶稣相会，透过我们在听道的当中来与耶稣相会。愿上帝来带领我们。刚刚我们听到很多的不同的乐器，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想到，你刚刚有听到哪些的乐器声音，知道吗？最少你有听到钢琴声，对不对？钢琴是属于哪一种乐器，知道吗？有啊，哎，刚刚有听到吉他嘛，对不对？吉他是什么乐器，知道吗？弦乐器，对不对？钢琴是弦乐跟那个打击的一个综合的，对不对？还有刚刚也有什么鼓声，对不对？好，还有什么吹号，对不对？吹奏的乐器。各位知道诗篇150篇里面说什么？你们要什么？击鼓跳舞赞美他，对不对？鼓瑟弹琴赞美他，用各样丝弦的乐器都要来赞美他。凡有气息的，就算你什么乐器都不会，还有什么？用气息来赞美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赞美不是只有哪一种形式、样式，或是哪一种乐器，用各样的方式，我们都可以赞美上帝。那我曾经有过一次参加有一个圣乐的研习会，那当然因为是比较传统的诗歌的介绍，所以总是有很多老师或是教授会提到这个我们的诗歌有多美，有多好。那我就在当中想到一个问题是：如果今天我们到原住民区，如果今天我们在非洲的哪一个地方，如果我们今天在哪一个原住民部落里面的时候，他们恐怕没有钢琴，他们恐怕没有这个吉他，但是他们有看过那个原住民，他们用那个口琴，有没有？用嘴巴里面弹奏的那种，他们搞不好只有这个，或是只有鼓可以打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这样来赞美上帝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赞美不是只有限制哪一种形式或是样式，赞美应该是从心而发出的。当我们要感谢上帝、赞美上帝的时候，用各样的方式都是可以的。愿上帝来带领我们。好，开始前先问大家一下哈，因为我相信有很多人知道这个只是一个笑话了哈。在这个上个世纪的时候，有两个很大的这个集团在互相的对抗，国际间哈，一个叫苏联，对不对？一个叫美国，对不对？好，各位知道苏联他们是共产主义，所以是无神论的。好，那各位知道，其实他们在发射火箭到太空的时候，这个两边的这个太空人他们看到的不一样哈。好，然后这个苏联人他们发射那个太空船到太空的时候，他们在上面的时候，他们看到哇一望无际，什么都没有，然后他们就发了这个讯息回来说，我没有看到上帝。好，但是呢，有这个各位知道，第一批到月球去的有3个人，知道吗？其中有一个叫阿姆斯壮，对不对？他说我的一小步就是人类的一大步嘛，但是各位可能忽略了他另外一个同伴叫柯林斯，他说什么？我感谢上帝创造了这个月球，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所以不相信上帝的人，他说没有上帝；但是相信上帝的人，他从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他会来感谢跟赞美上帝，上帝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有人这样说了哈，我在这里没有看到上帝。有人说，那你就把头盔摘掉，你就看到上帝了啊。好，
这个最快的方法啊。好，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哈。其实我们不必要用这样的方式看到上帝了哈。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透过他所创造的一切，透过他所设立的这一切，还有他所创造我们这个人这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身体，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美好，来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刚刚前面铺陈那么多，其实是要来介绍今天的这个主角。这个人叫做扫罗，后来也有人称他叫做保罗。好，但是这个人是很特别的，因为这个人他原本以前是不信耶稣的，那后来他信耶稣了。他的生命改变是什么？但是我们要先讲一个哲学家哈，他说那段蛮好的话。其实我很喜欢读哲学的书哈，但是，他讲的这个可以给我们有点反省。这个歌德他讲，他说最无可救药的是，作为被奴仆的人，奴役了哈，作为最被奴役的人，还自己以为自己在自由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可不可以感受到那样的一个话。有很多人其实他是在被捆绑的里面，但是他觉得我活得很好啊。我活得很自在啊！哎呀，我活得这个很自由啊！很多人他在罪的里面，我不能说他是罪了哈，我们顶多可以说他是一个坏习惯。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是在我能够去控制，而不是我变成被他绑住。好，有一天我去探访一个老人家，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家。然后问他，为什么你这么久没有来教会了？他跟我讲说，牧师，你不要来，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他说，你叫我不要抽烟，不要喝酒，不要打麻将，这些我做不到，对不起，没有办法啊。他直接把我拒绝了。我说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做你还是一样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你可以选择不要做吗？你做得到吗？你有没有办法可以控制你的那个不想做的时候，你可以控制它吗？很多人其实是被捆绑的，很多人其实是被绑住的，但是他以为我好自由，我可以抽烟，我可以喝酒，我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这些不能做，而是当我不想做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拒绝它？我可不可以不要它？我可不可以脱离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真正的自由，而不是活在捆绑的里面。好，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相当的特别，因为这个人他的生命的转变，成为一个众人可以看到的见证。好，那这个人帮他写传记的这个人叫做路加。好，那路加医师，各位知道他写了在圣经里面2卷很重要的书信，叫做路加福音。还有叫做《使徒行传》，对不对？好，所以如果各位还有印象的话，《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它有一个写作的对象，这个人叫提阿非罗。好，他可能是一个罗马人的官，他要了解到底你们基督教在信什么。好，所以这个路加医师他就写了这个《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来让这个提阿非罗这个官他能够知道到底基督教信仰在信些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朋友当中，你的亲戚当中，你的最好的朋友当中，或是你身边的人里面，他们有没有会问你说：“阿恁基督教的信仰，你们基督教在信什么？你们信的是什么东西？”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说，这个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像是当排长的，我们有排长室啊。然后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这个军官有军官的自己的生活空间，好，然后我的同事们，我的这些同样跟我当排长的这些人，他们各种信仰不一样，然后他们发现我是基督徒，他们觉得很有趣，他说，我们特别开一个叫做宗教与信仰啊，宗教与人生，宗教与人生，你来告诉我们这个基督教到底在信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为耶稣做见证的。你的同事当中，可能他们觉得，你信仰很有趣哦，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在信什么？各位如果有机会到马祖去的话，各位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位牧师，也是我们荣光堂以前的老会友他在那边牧会，各位应该有认识这个人叫做郑宪章牧师，他现在还在。各位如果要去马祖玩的时候，还可以遇到他好，那曾经我们去探访他的时候，当我们坐计程车从港口要进到这个要去找这个郑牧师的时候，在路上那个计程车司机就问我们说：“这个你们基督教信仰很神秘耶，你们到底在信什么？你们到底在信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当你在坐计程车的时候，你也可以跟人家谈信仰吗？你也可以跟人家谈信仰，也许人家不一定认识你的信仰，但是他们一定会知道你是基督徒。刚刚讲到这个郑牧师，我戏称他叫做北竿的岛主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北竿有一个教会在那个机场的附近那个地方然后郑牧师就在那边牧会。他们也许不一定会进教会，但是他们会知道有一个郑牧师在那个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让人家看到我们可以为耶稣做见证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所看的这个叫做扫罗的人，他其实是一个本来是逼迫基督徒的，他本来是要去这个恐吓别人，要去杀人的，要去杀这个基督徒的，因为他们信的跟我信的不一样。他们信的跟我信的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人，各位不要以为他是不懂圣经的，各位知道他的背景是谁？知道吗？扫罗的背景是什么样的人，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最会读圣经的，恐怕都输给他。为什么？因为他是法利赛人读圣经没有人会赢过他的，他研究得很透彻。还有他的家世背景，他是犹太人，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他是这个信上帝的人而且他又是有学问的，他又曾经留学过其他的地方，他在别的地方念书过，所以你可以说他拿过这个叫做博士学位。然后他又在这个很有名的拉比叫做加玛列的门下，所以他什么东西都可以夸口的。他准备成为这个法利赛人当中的一个这个有名的老师的接班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人家世背景很好，学问很好，他的地位很好，可能马上就要成为某一个重要的大人物在犹太人当中。然而这个时候，他要做一个事情，就是要去追杀基督徒，因为他们信的跟我不一样，他们接受的跟我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读圣经读多了，有时候可能反而我们把耶稣给读掉了有时候我们好像以为我们信耶稣了，可是我们反而把这一切给丢在旁边了。耶稣说什么？你们读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生命，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却不愿意到我这里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把圣经读掉了。这个扫罗，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读圣经读很多，但是他无法接受耶稣，他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刚刚一直在讲他叫保罗，又叫扫罗大家不要以为稀奇，因为他的原来的名字本来叫做扫罗，但是他的这个叫做罗马名字叫做保罗所以就像你有英文名字跟这个中文名字是一样的。好，所以他要去抓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人什么都有，什么都好，什么都非常的厉害，但是你知道有一种东西，有一种罪是你看不到的，但是它却会有可能在这样的人身上发生。骄傲是一种人很难发现的罪。如果你觉得自己我一切什么都好，我不需要这些，不需要那些，很有可能你正在那个骄傲的当中。然而当你开始觉得自己骄傲了，你说我可能是骄傲了，我可能有一些事情我没有注意到，有一些事情我可能是我做不到的，你就已经开始在学谦卑的功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我们自以为是什么我都懂了，我都厉害，我很会了。各位知道我常常讲一个那个顺口溜，各位知道那个长老教会的顺口溜有一句话很好，
很有名、很铁提醒，他说：“地狱乌噜噜，专关长老甲牧师。”有听过吗？啊，什么叫地狱乌噜噜？地狱很黑暗，对不对？但是关的都是谁？关的都是牧师，关的都是长老。为什么？因为这些自以为自己最懂得圣经、自己最懂得这些上帝话语的人，有时候反而是最骄傲的。我们的会主卫斯理曾经有过一次，他说他做梦，他梦到天使带他到这个天上去，然后他就问天使说：“哎，天使，请问一下，这边有卫理公会的会友吗？”天使跟他说：“这里没有卫理公会的会友。”然后天使带他到地狱的时候，卫斯理问他说：“请问这里有卫理公会的会友吗？”他说：“这里全部都是卫理公会的会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卫理会以前被称为是一个在基督教宗派里面是一个很好的、很有名的，我们是很敬虔的宗派。但是会不会我们反而是因为常常认为我们很敬虔，反而我们失去了谦卑的心？我们已经忘记了这个教会设立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过圣洁的生活？还是我觉得我是基督徒，所以我比别人好，我比别人优秀，因为我有来参加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参加教会不代表我们比别人优秀，而是我们需要上帝更大的恩典。所以属灵的骄傲和自义，表明人是何等的诡诈。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最懂圣经的人，却是迫害上帝最多的人。所以他从一个抓捕基督徒的人到成为基督徒，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我们的生命里面会不会也曾有像这样的情况？有时候我们抗拒跟拒绝神，但是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我需要神在我的里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经文里面第3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3节，一起念来。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很喜欢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多人说读经要有亮光，对不对？好，读经的亮光是什么？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读经的亮光就是你有被上帝的光照到了吗？你有看到那个光了吗？你有看到神的光了吗？还是你只有读经，你只有研究，但是你却没有真正认识那一位给你话语的上帝？好，所以保罗他在行在路上的时候，很多人以为他骑马，其实他应该是没有骑马。当时只有这个官员才会骑马，他是要去抓捕，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要去抓捕这个基督徒的时候，他被光射到，他倒在地上了。各位如果看那个经文的前后的话，同行的人有看到，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个光很亮，甚至他们可能是白天的时候，但是光很亮，亮到比太阳还要亮。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这个扫罗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谦卑的基督徒才是可爱的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我比别人懂得多，我比别人懂得这个圣经内容我懂得更多。其实更多的人需要更学习谦卑的功课。我们更需要知道，我们其实什么都不懂，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好，所以当这个扫罗他在光中的时候，他听到了耶稣对他说话。我们来看一下第4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第4节，一起念来。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扫罗他说他是服侍耶稣的，他是服侍上帝的。他那时候还没认识耶稣，他说我是服侍上帝的，我是照着我们家的传统来服侍上帝的。怎么居然会有一个光这么样亮的光，好像神的光一样，然后来告诉我说我逼迫他了？他到底是什么？人常常看不见自己的罪恶，常常只有看到自己的美德，觉得自己比别人好。我曾经跟大家做过一个见证，就是我去念神学院的时候，因为其实心里面也是有一些的这个不舒服，或者是叫做心里面有一些的恨。各位知道恨其实也会让你去达到某一个目的哦。你知道那个恨是什么？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看这些当传道人的人，这些当牧师的人这么糟糕，这么差，
我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在神学院里面拿到第1名毕业，然后让学校保送我到国外去念书。我回来我要当这个老师，要回来当教授，然后砍掉这些不合格的人。这些不合格的人不应该在教会里面牧养教会，这个叫做蛀虫啊、烂渣啊，他们是很糟糕的。好，所以我在上帝面前祷告，我说上帝啊，我立志我一定要做这个事情，我要做老师，我要去砍掉那个不合格的人。我觉得他们不好的人要全部砍掉。你知道上帝那时候真的叫光照我了。你知道那个光照真的是叫做，就像刚刚讲的那个刺眼的光一样。他那时候光照我的内心，他说什么？他说：“蔡伟文啊，你是个什么东西呀？你怎么会去拣选我要用的人呢？你也是一样啊，你也是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觉得比别人好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别人，我们只看到我自己应该要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在那个骄傲的里面，可是我们却不知道。好，他应该是要服侍上帝的，可是这个保罗他说什么？他说他居然不认识了。我们来看一下第5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第5节，一起念来。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这个信上帝这么久的人，读圣经读这么多的人，他居然还会问说：“主啊，你是谁？”我居然不认识我不认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认识你所信的耶稣吗？你真的认识他吗？还是其实我们正在逼迫耶稣呢？还是我们正在拒绝耶稣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有时我们就是像这样，我们好像以为我们知道，我们认识那一位，可是其实我们并不知道。然后到被光照的时候，我们还要问说：“主啊，你是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会主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各位如果有看过这个卫斯理的传记的时候，应该有知道，他曾经是一个到美洲宣教的宣教士。他曾经在25岁他就当牧师了。但是他到美洲去宣教的时候，他在日记上写说：“我传福音给印第安人，让印第安人得着永生的道理。可是谁来救我？谁来救我啊？”他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可是他却没有那个确据，说我应该有得着这个确据。我是信耶稣的，我有永生的盼望。我说我告诉人家永生的信息，可是我居然好像没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永生的把握吗？你有没有让耶稣真的成为你的主？还是你还是继续过着宗教性的生活，但是却没有真正认识上帝？他说：“主啊，你是谁？”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其实保罗他没有逼迫到耶稣，因为耶稣早就已经升天上去了。可是为什么保罗逼迫基督徒，耶稣却说：“你在逼迫我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有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讲说：当你遇到逼迫患难的时候，不要害怕，因为当人逼迫我们的时候，他们也正在逼迫着耶稣。弟兄姐妹，我们也应当要这样去提醒自己说：不要随便去逼迫别人，或是随便去批判别人，因为有可能我们正在逼迫耶稣。跟大家讲一个实际上的案例哈，我信耶稣的时候，我信主的时候是在长老教会的教会里面认识耶稣的。那时候参加青少年团契，各位知道，其实长老教会是很传统的教会啊。我们做礼拜的时候，大家祷告的时候都是安安静静的，然后我们唯一的姿势就是这样，唯一的姿势是这样，因为很敬虔，唯一的姿势是这样。上面大家都不敢讲话，安安静静的，只有台上的牧师，只有台上的司会可以祷告。后来我考上在这个淡水工商专校去念书的时候，去大专念书的时候，我去到一个我以前没有去过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去北部的一些教会的时候，我居然发现，哇，好特别哦！这边的做礼拜的时候，居然有人举手哈利路亚，居然有人祷告的时候唱诗祷告举手赞美。我说这些人是怎么了吗？这些人是跟我不一样吗？
为什么他们祷告的时候可以哇？那我为什么都是这样呢？然后心里面就开始有点瞧不起他们，真是那个台语叫做没定性，那台语叫做真是太这个猖狂啊！怎么那边这个做礼拜的时候那边大声喊叫？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这样，我做礼拜的方式跟你的不太一样，然后就开始有人在旁边，可能他会讲方言的时候，你看这些人怎么都不安静，都在那边讲话。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逼迫他们，我们可能会不晓得他们其实跟我们一样是信耶稣的，但是他们表达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记不记得刚刚前面讲过的？如果今天你到原住民区的教会里面去的时候，他们的方式可能会跟我们不一样哦。然后我们如果去到这种非洲的部落里面去，他们做礼拜可能跟我们不一样。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去外地，包括我们自己在教会里也可能不一样。我们的年轻人很喜欢敬拜赞美。各位知道20几年前敬拜赞美刚进来台湾的时候，引起很大的风潮，对不对？好，然后很多人在那边唱诗敬拜的时候，哇，这个年轻人就哇，他们带敬拜赞美的诗歌，哇，兴起了一副这个整个教会的一个震荡。好，但是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情况，他们就什么？我等到唱诗唱完，我再进来做礼拜。我知道有很多人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我不喜欢，我排斥这样的东西。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礼拜，无论我们的敬拜的形态是什么，当你从心发出是在敬拜上帝，真的在赞美上帝的时候，什么样的崇拜方式，应当都是要被接纳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我们自己最早接受的方式来做标杆标准，然后就排斥了其他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年轻的敬拜赞美也要学习怎么样去看到传统的美。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用各样方式来敬拜上帝的时候，应当要记得，会有一些人会跟我不太一样，但是他们也用这样的方式来敬拜上帝。我们都需要接纳他们。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的改变。所以上帝不是给我们来研究的，上帝是给我们来认识的。你有真的认识上帝吗？还是会像保罗，他在那个时候他讲，他说：“主啊，你是谁？你是谁？”所以只有无限大的上帝才能够填满我们那个不满足的心。扫罗他读书读了很多，他有学位，他有学士，他有地位，他有他的职业。他是法利赛人，又是这个博士学位的，但是只有上帝才能够填满我们那个不完美的心、不满足的心。所以巴斯卡这样说，他说：“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空缺，只有他自己才可以填满。”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只有耶稣才能够填满我们的内心。当然，有时候我们信耶稣也会被逼迫的。我相信不单是有些人会问你。你信的是什么？也有一些人会问什么？会逼迫你说：“哎呀，你这信耶稣真的有用吗？祷告有用吗？”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可能就会成为你的逼迫者。但是我们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就是有福的，因为有神荣耀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受到逼迫，当你受到拒绝，当你受到不欢迎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感谢上帝，因为我们为主的名受辱是有福的。好，当扫罗信耶稣之后，当他接受耶稣的时候，耶稣不是让他停在这里，他说什么？他说：“你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必有人告诉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只有停留在信耶稣，信耶稣之后，你要记得要去，有人会告诉你应当做的事情。上帝会透过一些的环境，上帝会透过一些的老师，上帝会透过牧师，上帝会透过小组长，上帝会透过一些的人来告诉你，当你信耶稣之后，你可以做些什么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扫罗他是一个在当时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很有名的学者，但是当他信耶稣的时候，
他这些什么可能都没有了，但是他却成为一个当时被人厌弃、被人拒绝、被人逼迫的基督徒。原本逼迫人的，却成为受逼迫的。各位，如果你看扫罗的经历的话，保罗的经历的话，他曾经经过很多的死亡的这个灾难，甚至差一点坐船的时候都快淹死了，但是他仍然要为主的缘故去传讲福音。有人会告诉你当做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信耶稣不是只有等在这里，信耶稣我们需要听上帝对我们说的话，上帝要我做什么，我应当怎么样来行。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最近有一个弟兄他很可爱他就跟我讲，他说：“牧师，我信耶稣之后，我因为觉得有点这个不太确定很多事情我不太确定，所以我常常上网去找 AI， 然后去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我是信耶稣之后我应该怎么做他说 AI 都会告诉我答案，他说可是我还是不太确定。这个 AI 有时候他还会告诉我说，很多事情你需要自己跟上帝有一些的这个揣摩跟联系。好，那我就跟这个弟兄讲说，其实弟兄，你知道你信耶稣之后，你身上有自带 AI 吗？听得懂意思吗？你身上有自带 ChatGPT 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吗？有圣灵你有圣灵在你的里面，你有没有跪下来在上帝面前祷告，求圣灵给你引导你的道路？其实你的心里面已经有 AI 在里面，已经那个不是 AI， 那个是神的灵在你的心里，他会引导你。但是我们有没有跪下来寻求上帝的面，说主啊，我要知道怎么做？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是去寻求外面的 AI 而已。我不是说 AI 不能用千万不要误会我刚刚讲的 AI 可以用，但是 AI 有它的限制。真正不是透过 AI， 真正要透过的是你跟上帝的直接的关系。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面那个自带的 AI 可以帮助你，而且那不是 AI， 那是神的或者是我们把它改名字叫 GI 好了，神的好，所以起来进城去，你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上帝必然会带领你。所以当你踌躇的时候，当你迷惘的时候，有主做你的方向，上帝会带领你。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主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要做些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跪下来祷告。有没有看过？各位如果去那个游乐场的时候，有没有看过那个地图？有没有地图？那个，如果你在哪一个地方的时候，游乐场上面会有一个地图告诉你说你现在在哪里，你应该要往哪边去。你会有一个地图会告诉你你现在的位置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跪下来祷告好像浪费时间。跪下来祷告就是你会看到那一张图在那里，你知道你的位置在什么地方，你会看到出路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跪下来祷告，让我们能够重新反省我们自己跟上帝的关系。所以保罗改变了，这个扫罗改变了，他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使徒，叫保罗。我们说他很有名，其实他那时候是被犹太人叫做台语叫做配谈配挪，知道吗？他其实是被犹太人拒绝的。他说这个人是我们的叛徒，这个人曾经是跟我们一样逼迫基督徒的，但是他现在不信上帝了，他现在信耶稣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人生命改变，但是保罗说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他以前的眼目可能会放在我以后要再多拿几个学位，我以后要再多上升到哪一个位置，搞不好以后大祭司的位置就是我的。也许他可能在想说，以后我成为很有名的学者，所以以后大家都到我的门下，因为我是加玛列老师的门下的弟子，所以以后很多人会到我的学院来念书。很多人把眼目放在地上的事情，但是保罗他后来改变之后，他说这一切都是粪土。他说唯有基督才是我最需要的，我要得着的是耶稣基督，
台语讲得更直接，他说：“嘿，叫这笨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学位、你的学历、你的经历、你的所有的一切，保罗说：“嘿，叫这笨死。”我要得着耶稣。他以前有很多这些，但是他要耶稣就好了，其他没有可以满足他的内心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信耶稣的人眼光会不一样。这个人跟大家做介绍，这个人叫做利克胡哲，各位可能有听过跟看过他。他是一个没有双手的人，也没有脚的人。好，但是我们很多人会说他是一个残疾的人，但是他说最大的残疾是我的不信。他说我不信上帝，那才是我最大的残疾。利克胡哲说，他说上帝对我是有目的的。很多人都说他应该是Q 嘎嘎波罗因诶，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曾经做一件事情，就是他打电话到学校去，他打电话各个学校去说，我可以帮你们讲一个那个叫做激励的课程，没有人要用他，没有人要用他。好，他打了好多电话，打了20-30通，打了他家附近的学校都没有人要用他。后来他打了一通去小学里面去，这个小学的校长说好了，勉强你来好了，这个反正这个我们的朝会没什么这个那个人来讲，你来讲好了。好，结果后来这个他在那边讲完了之后，哇，这个校长非常的惊讶，他说哇，这个居然没有手脚的人，他可以这样激励我的学生。等他下一次要再邀约这个利克胡哲的时候，换利克胡哲跟他讲说什么？对不起，我最近很忙，你可能要排到这个什么时候才有哦然后因为这样的缘故，他的名声就传出去了，所以附近的学校真的都找他去。他说我是一个残疾人，可是我居然可以为主做见证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即使我们生命觉得我们有欠缺什么，然而上帝都有他的目的的。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只有遇见基督才拥有新的生命。刚刚一直提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十字架能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成为新的人。所以加尔文这样说：除非我们确信自己毫无公义，否则我们就永远不会穿上基督的义。如果我们还觉得自己很厉害，就像这个扫罗，他觉得我很厉害，我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可能就不会接受耶稣。但是等到他被神的光照到的时候，他才知道我需要基督的义，我没有办法靠自己，我需要耶稣基督的义。所以若有人离开基督一步，他就是离开福音之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在基督里，我们就在福音里；在基督里，福音就在我们的里面。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有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会跟别人不一样的。第二个，只有遇见耶稣才能够认识上帝，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与主连结。他说耶稣就是那一条路，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 logos 除了是讲我们讲的话这个道以外，它也指的是那个道路，就是有一条路，那个路径，那个路径就是让我们可以通到那个地方去的。所以只有透过耶稣，我们才能够到天父上帝那里去。我们要认识上帝，唯有透过耶稣。跟大家讲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啊！有一次我们在年议会要开会的时候，我们有3个牧师从这个山下然后要搭计程车要到山上去，到阳明山去开会。各位知道那个场景很特别，一个计程车司机站3个牧师对战，知道吗？这个对战了哈，因为3个牧师轮流跟他传福音嘛然后都知道，所以其实你在车上还是可以传福音的好，所以3个牧师坐在计程车上，然后跟这个一贯道的这个司机，我们在跟他谈福音这个一贯道的司机他想说，哎呀，我们信了这个道也可以啦，我们也可以那个提升啦，我们可以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啦，类似像这样好。然后那时候因为时间快到，要到山上去开会，我就跟他讲说，司机，请问一下，你知道那一条路吗？那个司机非常自信，他说：“我当然知道啊，只有那一条路才可以
到这个阳明山上面去啊，只有那一条路，他还特别强调2次，只有那一条路。我说对了，就是只有那一条路，如果不透过那一条路，我们就上不去了。不透过那一条路就上不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说：“哎呀，我好多路，好多路，好多路。”只有那一条路才可以到福音园，所以只有那一条路，你才可以到天父那里去。千万不要以为有很多条路。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说，如果很多的钥匙都可以开这个门的话，那这个门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所有的钥匙都可以开它，但是如果只有一把钥匙可以开它，那就有意义了。那把钥匙就有意义。所以只有透过耶稣才能够到天父那里去。第3个，遇见基督，我们才能够到真正的满足。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有真正的满足。透过耶稣基督与我们的连结，使我们得着真正的富足跟满足。所以耶稣是开启圣经的那一根钥匙。刚刚提到钥匙，如果你想认识耶稣，你想透过圣经，认识圣经，你只有透过耶稣基督，你才能够得着那把钥匙。透过耶稣，圣经就为你打开来了。这个是我最近看到的，有一首蛮好的诗哈，他这样写，他说：“唯有基督，唯有基督是我盼望，是我光明力量颂赞。经历荒漠风暴锤炼，坚如磐石，是我依靠。慈爱至高，平安至深，驱散恐惧，平息风浪，我的安慰，我的一切。”今天我们的诗班唱的诗歌叫《耶稣是我一切》。我先声明，我没有跟他们对过这个东西。耶稣是我的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有没有成为你的一切？唯有基督才能够满足我们内心的渴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刚刚所有东西都可以忘记，但是记得刚刚我讲的东西，就是你里面有自带的 AI， 你里面有自带的圣灵的引导，你要回到你的心里面，回到你的密室，回到你跪下来祷告的地方，寻求圣灵带领你前面的道路。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不用去外在寻求，寻求那个在你里面活的耶稣，他必然引导我们的道路。愿上帝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帮助和力量，你也必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你，得着你。愿你带领我们，我们来到教会里，为要来遇见你。让我们在这里真正来遇见你，真正来得着你。外在的一切不能够影响我们，让我们内心里面的平安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寻求的。带领我们寻见你，认识你，就有真正的平安。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的分享。好，接下来是圣餐礼。好，让我们一起来唱新力量诗选300首的第1段。好，请大家起立。主身体为我舍，主宝血为我流，并被乃主自己为我设立，如今受过这礼，主亲自地这杯，我吃喝这一杯，与主合一。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弟兄姐妹，我们每个月的第1个礼拜是我们的圣餐礼拜，也是我们一个自我反省的机会。其实很多时候，为什么牧师要常常提到自己的糗事？是因为各位知道，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认罪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不太敢真正承认自己的罪，不知道怎么承认自己的罪。当然，认罪不是为了我们要羞辱，或者是好像上帝要羞辱我们，而是上帝要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勇敢的去面对那个过去不完美、不好的自己。
曾经有一个牧师，他很坦诚的说，他曾经犯过些什么罪。当然，他在带领我们学习如何认罪的时候，他也会告诉我们说，如果当你觉得你有一些事情是不方便公开说的，你可以做一些的暗号。所谓的暗号就是，比如说他就做了一个例子，他说他就写了一个 A， 然后乘以5次。那我们那时候大家都看得很一愣一愣，说 A 乘5是什么意思？是 A5 的那个值吗？他说不是，他说因为我看了 A 片，看了5次，所以乘以5。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公开在人家面前去承认我们多大的错误，好像显得我们多清高或是什么，不一定。但是上帝知道的，如果我们能够有那样的机会，坦然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承认我们的过犯。刚刚跟弟兄姐妹提到的，上帝透过他的话来教导我谦卑的功课。我在祷告当中，上帝提醒我，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上帝居然还用我。上帝也透过实战让我知道，原来我不是什么都会的，我不是什么都能够的。学了神学不代表什么都比别人强，我们还是要谦卑在上帝面前。若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不能站在他面前侍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上帝面前学习谦卑的功课。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是说别人的能力比我强，不是，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意思是看别人比自己重要，看别人比自己重要。哇，这个同工很好，他的能力很好，他的能力他会司琴，我也会司琴，但他司琴的比我好。OK， 很好，上帝赞美你，我能够有这么好的同工，我要感谢你，他可以服侍我们的教会。上帝感谢你，他的教导能力很好，他真的教导的比我更好，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够去成为那个向上帝献上感恩的人？当有人被上帝大大使用的时候，我们能够谦卑的站在一旁，为他祝福，为他祷告。而当上帝要使用我们的时候，我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比我们更好的人，我们让他来服侍，让他来服务，让他的能力被发现。但是没有其他人服务的时候，请记得以赛亚先知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也许你说我只会弹单音，但是如果你弹单音，你可能比很多人都厉害了，就可以上来弹弹琴。如果你说我只会插几枝在家里看的花，没有问题，请你来服侍。如果没有其他人服侍的时候，你就是那个专业的，你就是那个专业的。没有人去教儿童的时候，我对小朋友很有兴趣，可以，请你来，请你来，我们一起来带这些的孩子们，把上帝的话传承给他们。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最近我们在读律本的时候，有一课也是提到这几个刚刚读到的先知，以赛亚、耶利米还有以西结，他们都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是年幼的，主啊，我是做不到的，哎呀，主啊，我是没有办法的。然后上帝都会告诉他们说，不要说你是年幼的，不要说你是做不到的，我要使你们的头比他们更硬。亲爱的弟兄姐妹，先知也很软弱，但是他们只是愿意被上帝使用。上帝帮助我们，如果你愿意被上帝使用，那么你就比很多人好太多了。你愿意的时候，当你站出来的时候，上帝就要用你。专家不是一下子就成为专家的，他有机会可以做这个事情。有过一个很有名的声乐家叫帕瓦罗蒂，不晓得大家有听过他吗？各位知道他其实只是一个备胎，真正在演唱的那一天，是因为那个正版的人他突然有事不能来了，后来大家就看那个胖子，好吧，你去吧，上台去。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胖子唱的比那个正牌的还要好，所以后来这个备胎就上去唱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自己年轻，不要小看自己年幼，不要小看我没有能力。
上帝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就充满能力。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预备心来领受圣餐。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新，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我们一同来读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盛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痛恨我们自己的行为，俯心自问，十分忧伤。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为要救赎我们，曾发大慈悲，使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己身，为世人做完全的祭物，替世界人民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在福音书中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现在我们恭敬服求慈悲的天父，应允我们的祷告，赐恩给我们，使我们遵着圣子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纪念他受死遇害，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杯，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我们一起来同诵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的恩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请陪参的同工到台前来。弟兄姐妹，我们等一下会有年轻人帮我们喷酒精，那他们在喷的当中，让我们也安静等候我们的这个同工来分配这个饼杯。那如果你还没有受洗成为这个正式的基督徒，但是你已经信了，就请你将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上，我们在灵里来领受
这个饼杯，领受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体与宝血。让我们预备心来领圣餐。先给你们，我先给你们。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保守你十分的平安。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请让我们就依序到台前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要到台前来领的意义，就是我们应当谦卑到主的面前，领受他的恩典。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从中间走到进来，然后从两旁回到我们的自己的座位上。你已经领完之后，沾完杯，我们就直接来吃饼跟杯。然后我们领完之后，就让我们回到座位上，我们在那里预备心祷告。我们祈求祷告，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之后，我们也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让我们能够领受基督的身体与宝血，也能够成为分派基督身体与宝血的人，使我们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领受饼杯，我们与基督连结在一起。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不小心饼掉在杯里面，不要用手去捞哈，我们直接等大家这个我们的分派的同工会再分给你一个新的饼。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安静在座位上，用我们的右手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祈求神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因着领受这个饼杯，我们能够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使我们能够像基督一样为世人献上，并且在我们所在的地方能够成为光，在那里能够来荣耀主耶稣的名。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当我们在领受这个饼杯的时候，
让我们也重新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有多久没有遇见耶稣了？我们有多久没有跟上帝来见面？我们有多久的时间，我们已经离开福音很远，我们离世界很近？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离开罪恶，离开世界最远的方法，就是让我们与上帝更加的亲近。让我们透过饼杯来传递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信息，在基督里，我们与众弟兄姐妹是一体的。在基督里，我们与众弟兄姐妹是一体的。我们共用一个饼，我们同领一个杯。在基督里，我们是一起的，我们是一体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一起的。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与我们的同工是一体的？涂妈妈，涂妈妈，涂妈妈。还没有领到的弟兄姐妹，也可以举手一下哈，如果忘记给你了。好，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奉献求恩文，将我们自己献上，成为活祭。我们一起来读奉献求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我们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我们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我们圣餐礼拜到这里。回应诗歌，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新灵粮诗选300首》的第2段，与主合一。我与主同定死，不再受死辖制，相随我那一世，却相主活。我与主同复活，胜过黑暗权势，活出耶稣自己，荣耀主名。请坐。奉献礼，请诗献的同工来到台前。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奉献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富足，无所欠缺。主啊，这个时候，主，我们也把从你得到的哪一部分献在主你的台前。主啊，求主悦纳，也赐福每一位。谢谢你，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阿们。
好，让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向主献成歌。凡我向主所成，都是出死的恩，凡我所有都属于主，是主托付仆人。阿门。敬重。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唱到第2段的时候，我们一起起立问安，拱手问安。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主的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不错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黑暗中连接，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好，现在请大家就坐哈。我们有一点事项要来做报告啊，那我就简单的报告几项哈。我们先看一下第2项，今天主日之后1点半会要召开执事会，请执事同工留步参加啊。然后第3项，非常感谢主，花莲探访跟旅游团呢，明天呢就要出发了啊，所以请大家代祷希望团员出入都平安，那等一下就是在重组结束之后，如果是时间可以许可的话，我们想花大概5分钟到10分钟的时间呢，大家集合一下。主要是，就是有一点事情想跟大家报告一下。如果是可以的话，就参加一下哈。那也就是在201教室。好，下个礼拜是5月11号，是母亲节的感恩礼拜啊。那希望邀请家中的母亲长辈一起来参加。那这个母亲节的这个活动呢，也有见证，感恩见证会啊。那台语堂是开放2位，华语堂是3位。希望大家都能够尽量邀请母亲们来参与。好，另外就是下个礼拜就是母亲节，成组要停课1次，请大家知道一下。
另外是总会在5月16号、17号要召开这年议会的第2次会议。那这个会议呢，包括会督以及各牧职案例礼拜。那也就请弟兄姐妹来祷告哈。另外就是原来的5月15号的查经祷告会会并在5月14号，也就是星期三，在高位晚上7点半的年议会会前祷告一起合并在一起的祷告会所以这边要注意一下星期四的祷告会就暂停，并在星期三5月14号在高位举行祷告会。另外就是第6项，端午节的连假5月31号，办公室要休假1天当天的活动都会暂停请弟兄姐妹要知道一下。如果是有紧急事情，就请联系陈牧师的手机。好，然后第8项第7项是谈到就是我们遴选的这个堂聘传道潘辉珍要协助教会的事工，请大家能够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另外就是第8和第9，也就是谈到堂庆堂庆这个堂庆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邀请老朋友回娘家。同时呢，这个堂庆是在6月22号主日9点半举行的，题目是成为祝福，充满希望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参与祷告跟奉献。好，第10项是高雄场的2025年的敬拜音乐研习会是在6月7号10点到下午3点，在高雄卫礼堂。如果是有兴趣的人可以参与。好，我的报告简单就到这里。牧师还有什么报告没有？好，让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在你里面蒙恩，让我们也能够成为分享祝福、分享喜乐、分享平安的人。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请坐。订约。在订约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的事工来代祷。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也欢迎来电，牧师会为你们祷告。